又係我李樂花園生活喺英國。今日呢條片記錄咗我由一幅又殘又舊嘅爛圍牆開始，一步一步完成修復嘅過程。一開始見到呢幅牆表面剝落，結構鬆散，已經唔再具備原本嘅功能，所以我想嘗試用最基本嘅材料同方法重新整理佢。施工之前，我先簡單清理牆面，確保冇鬆脫嘅部分影響之後嘅步驟。第一步，我用馬釘機將紙板固定喺圍牆表面。紙板嘅作用係填補原本牆身凹凸不平嘅位置，同時作為一個過渡層，令後續材料更容易附着。之後，我再鋪上一層鐵絲網。鐵絲網對我嚟講好重要，因為佢可以加強整個牆身嘅結構，亦可以令水泥漿更牢固咁黏合喺牆面上，減少日後裂開或者脫落嘅機會。完成基礎結構之後，就開始批上水泥漿。呢一個步驟需要耐性，我會一層一層咁抹上去，慢慢修補原本破損嘅位置，同時將表面抹平。隨住水泥逐漸覆蓋，原本殘舊嘅圍牆開始重新成型，結構亦變得實淨穩固。等水泥乾透之後，我會再檢查整體牆面，包括邊位同細節位置，確保冇明顯凹陷或者結構問題。最後一步就係上油漆。油漆唔單止改善外觀，亦為牆身提供一層保護，令整體完成度更高。由最初嘅爛圍牆到最後完成修復，呢個過程對我嚟講唔只係一個施工記錄，亦係一次親手改造空間嘅經驗。透過最基本嘅工具同材料，慢慢將一個被忽略嘅結構重新整理，賦予佢新嘅狀態。如果你鍾意我嘅視頻，希望大家幫我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大家。